继续关心南韩军方对外表示，2架中国军机和4架俄罗斯军机昨昏飞入去南韩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南韩的战机有随紧急升空应应，这是隔半年后，中国甲俄罗斯的军机各联合撞入去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外交部是对外讲，这是因例行性的活动，拢符合国际法。 The country's military said 2 Chinese and 4 Russian planes briefly entered the Kadets for 17 minutes at about noon on Thursday, but it added they did not violate the country's airspace. 伫人半年了，中国的军机搁再飞入南韩东部海域的防空识别区，停差不多17分钟。南韩军方表示，伫咧中国军机进入进前就已经发现，也出动军机采取战术措施，防止突发状况。中国回应讲，这是例行的飞行训练。据我了解，我觉得这是中国军机在国际海域进行例行的常规的飞行活动，无可厚非，也符合国际法。 中国2国军机自2019年开始，以联合军演做理由，每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1、2遍，不过拢未提前通报有关的情形。为了要提升南韩防卫武警的能力，美日韩今年8月达成协议，将会分享北韩弹道飞弹武警的资料。北京的国家安全官员拜三讲，按算伫咧年底进前达到共享资料的程度，并且有照伫数落来几天就会启动这项计划。因为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则是访问日本，伫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宣布，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会伫2025年重返印太地区，会到日本甲自卫队最近操演。It will really show the closeness of our relationship, which not just in the air with GCAP and the 6th generation jet, but also at sea. With our navies working together as well, bringing our countries into ever closer work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sure we help defend the Indo-Pacific. 这是英国航母打击群伫2021年首航了，再一遍部署印太地区，传达强烈的协作信息。当时执行任务的航舰，尤其是威尔斯亲王号交管的下载 F-35B 闪电翼装多型导战机。英国国防部也讲，面对有可能列入giảm舰甲友军的舰艇。公司新闻，陈伟林、吴其昌编译。